呢間可能係全個九龍區最舒服嘅 gym room，就喺 APM 隔離，由觀塘地鐵站行2分鐘就到24小時健身中心 EFX24 觀塘分店，全層15000尺，落地玻璃加埋草地區，空間感夠晒大，坐擁270度開揚景觀，一邊做住 cardio 一邊睇海景，真係夠晒超啊！唔止環境靚，器材方面都係專業嘅級數啊！ Intensa 嘅超穩定跑步機，德國引入 Gym 80嘅斜蹲機，訓練蜜桃團嘅 Booty Builder， 就連你想試埋 High Rocks Training 訓練體能同埋耐力，呢度都仲有埋滑雪機、划艇機等等。無論你係做邊款機，練邊個部位，新手定老手，各種環球採購嘅健身器材都可以滿足到大家嘅需求。呢度仲有全港獨有海景鋪成房，俾你360度檢驗訓練成果。專業運動員就知道呢個位有幾咁矜貴啦。你話幾出色呢？24小時開放，仲有唔同嘅自助服務，好似自助售賣機同埋一次性毛巾，乾濕分離浴室好乾淨，隨時上嚟做 gym 都好方便啦。場地管理真係夠晒貼心，仲要係全港滿意度No.1嘅24小時健身中心，大家都快啲趁有1日免費體驗嚟試下啦！